层节目时间里，请继续收听由已故著名评弹演员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52回。他是被最大手罪大当家里下来一口当响门金币啥么物就规则东儿帮门啊里向那让海开门的治理向适当放炮这三个楼手的不动原来一口嘛真两门已经开始我来了怕腐水呗规则就只要得到当家里向屋里的了要真听让了评价最好是要当保护出来当我登了不必负价值所以怕腐水呗规则就是得进去你是看个女的啊做姿势谁猜得上不娘那个计价值够些大家而起也学些门卫在之身上的举着最稳定本证明做姿势已经出两门大家上一让撩起最这个快呀直到小那叫给你后来嘛到红色教子们里来接老太师顺美接待来去仿佛对人的老太师我老太师就是在那里人的是老太师的老师傅本定人的老师傅本人谁人的老太师我个老太师做姿势人家子老太师在我来了看见个做姿势嘛后已经来了当我上门是忘了呀这个弄这个大事的了哈各种你大事的强龙出来也难听这时分科技怕腐水杯人家本地这个计价是当空的让当个错字现在要背个几都叫听一定我来老吃药老先生是巨兄一个老夫与红的红人红老立功此言不爱自知老太师亲老太师亲老师不亲老太师亲老太师亲老先生亲身上的屁股来了为水动人高个头写啥子为他们在跟他做背的了可里到高些啥子嘛做姿势加上离了个家米浪下所以让我来了勾起了个被绑鱼交代的进去李家上离了个些啥子家米浪下两只什么插开子别出这个水头老实了我家里想个也被容忍了脚背谁了让你背的这来是规矩你衙门里好了啦你到东儿不能给抢了衙门谁的要你勾起之类都跟够来说只是可里到新乡门子但人家分帮背里你与我来拿个你黑天撩一撩气一个霹雳奔得个狂的金乡门黑上鬼门黑上鬼门两帮比当家里要被容忍谁洗备好了鬼门的鬼门的你拿咚当巴啷巴我龙咚
门关好，手好，体落长，地落长，长紧。我家里个被容人啊，一直用功来帮门个帮不开。哎呀，一想不对，我挪你想要弄进去别送他自家，刷个60万分动呀啊！原来我来了没身上的才子大哥跟进来听义工们介绍，又是吃当治理了嘛。义工们给他用人贵和手和长进，那么真良们给他个用人水诺正门开一开，我家里被用人放里头进来，又不还得理想去，义工可门关得紧等等，那么个被用人还也扯了。啥事体都不让我你的理想去呢？当家里想这个一辈东儿生不放心，你给他指认个规矩，这靠自干。因为都想要来身份被律师，你这里不要适当放炮里头，关门是金融哦，生到哪里轻松？那么厦门给你想，哎呦，当家里被用人真能够啊，给什么这代里头。把罪事嘛，释放你这后门拿出来，把下罪事，请我家里的佣人吃罪事了。每一桌上下嘛，3个当家里的佣人陪我家里的第二人吃罪，话就而且当家里的被东儿的罪量才是好罪量。我家里的被佣人嘛，罪量嘛谁不灵个罪嘛呼吸操心。话剧嘛，绝对也是发灵的，那么都是死嘛，多吃醉了，吃得那个爱屋子顶洋洋，大家不认得大家。他妈的，你不认识我了，我也不认识你了，吃得了无聊的。哎，西的我来了后面那里想汪啷汪啷，还地家子里头我是吃得了不来噻，不来是来噻，加背了他才吃的。红色进来嘛，实刚是起来嘛，我来了是西我西人啊。你倒不晓得啥个意思了？是理吃当放炮。哎，我是不晓得啥事体哇？门下我也门里头，门啥人呢？还等我拆了个身上的那胡子，我们身上的哈老先生，老太师，今日老夫到此，欲将厦门兼并。开门开中吹大放炮，地基所谓红日，吃到吉祥。哎呦，生来了想做紫菜分更龙吧？哎呦，个头面做紫菜第二天错考，哪么个龙讲这个是吧？原来生来了想着做紫菜当中10个。是做些海话事体当中龙江他的时候嘛，人家的都经过有，治理下实际上服中等同一个都有，这都是头文到尾头，身上的的当上怎样？哎呦，服中等同一个都有，不都有还弄他都有呢？个都经过有也都有了，你知道这样啊？老先生开仔细，是来了像我别上做是这个当家，整个让你对问嘛。我来了带你哥哥把人搞30年越来越亲近呀，够做了对的，看上去不灵来对的老道隆重啊，可你定一定让我再问老先生，老太师，今日老夫到此。欲将将门兼并，开门开中，吹打放炮，为其所谓何事？这个嘛，我中人头，你我的啊，说你这老的有着，别搞身上的像龙我下讲这个，做紫色的让白的呀，也看你身上的，我不干你看你那是各种的骰子。要想举我容易哦，别够力多叫发肯是举哦，不这样的。别够力多叫发肯是举哦，不这样做姿势嘛，呼吸是举哦。老太师哪种愚公道理？什么道理？因为我家的小头当年，他出为运仙救魔王。
因为他们的冬儿当先朝廷不到，欲来去请一个地理先生到来补课，是风势不好，要另开门哦，所以要将门监的呀。今日老太师到此嘛，非人另开门哦嘛，一日间来不及，所以可以普发。开着的门嘛，一定口中要吹到放炮的呀，接出来呀。我来了一听哦，一时间一桩事体嘞，因为呢，当八号嘛出去不消息，离我理想冬儿当先，别人去请一个看风水的先生，来一看没叫说什么风水不好呀，这对门开挖开个，上了出去只不走来，那么我的门啊，上的关起来吧，那么我今这来呢？也不好打一个相对动叫我走进来，那么再想做举动啊，开个的门口下开，铺一副法，也得治理像适当放炮，一铺法律不要紧。我来了风师没相信，这样杀了我两个儿子才是多的。大要么总不知还是屋里像个风师了，为不知坟廊像个风师，是俺了吃我两个儿子这把讲啊，各种实讲。来了的没下子，说话我只得了背里听得没清爽，哎，是来父子里一个，这两句我说的结归巧妙。说到真听廊下么了，老师一松一口海骨等结菜。好，我就是龙后带过的别听，当八号机吹上也走亲，你走亲走不人工，我拿吹上也打住龙鳞啊！当中八号的多人，我心里下这位置八号，作为一批出在的心，我来了讲哦，八号个巴上是晓得我来了，放在我个用意来规则对。上了门关嘛，就是这个意思啊。风水，我来了，宫内这尊多肉旁边一列，但是你是客气。五位谁子冬至不上来么？七十余子啊，多肉老乡对对，还是龌龊，偏偏一个来是规矩啊。老太师请上楼，带审美拜祭。老太师请上楼。都举着嘴巴进啊！老士官请上肉，得问兵备进啊！老太师得分谁备进？老太师请上的当中手做姿势举下来要保证。哎呀，听啊，我也不是细面了，你来点下来保证啊！老先生是弟兄，立功上礼毕了，是。生命见于理了，我举着嘴与你在，分兵于理了，分人谁于理了？老太师做姿势，那里常入了于理的，你不要报一个常入来，不该老夫为礼，老太师请容。立功请容，一日手边冬儿送上下面沙把水杯，抓我之生我来是你这面孔是盲人面孔，给的丝丝绕绕，他铺一个扎帮的对上，哦，隐热带身上的口口啊，来，你去敷衍。老太师，老先生，你来扶养会，靠老先生洪福，托来凑啊！身为与老太师使用在拱手苍狼林一边，却见到都你了。是啊，光阴似箭啊！
10月岁首，被此西边长长，已没了。哟，老太师，老岁老，今人尚好，真老当一桩。说句已没了谁，不配国家启用，却贵皮谁？可讨了。我等几人与老太师同当了。至于老太师谁操亲报喜鹊，王家早登，身上是龙是虫，少以贼公贼众，神美等则得娘日我当，什么要知？老先生可讨了。像老夫真觉得老先生分明一日开破功名富贵，不根不动，不拘不束，真神系众生也。哎呦，不给啊，不给！这老太师整体若日叫黑金良，那是国家之栋梁啊！生命能富人富士，根基附庸之辈，老道隆中，不拘神系的了啊！可讨了。生命给老太师上送的命令，就应该在少当真理。为什么你高老威风，切到其乡？能够说事体也真个了，为啥子？你眼睛啊没好嘞，大比你激动噻。老先生说是老父母。一老一残，我吩咐谁为少当某国家，我应啊非为领酒肉，我不必老是罪我上报。请问老太师，才夫郎一年四季呀，你怎样比喻我？我出去嘛不出去，等了自家屋里向一年四季啊，但百姓开心。到春季时大平安，这里心意走。我心情交动，你出家到下季么怎样的有你？我极限用心，小腹一刻。这得那么几笔衣裳开红花，到秋季呢人是为上迎喜归，身比那信仰向上地吧，到冬季么怎样哟？心啊的梅花
老太师在府上逍遥快乐，神地中人也，哈哈哈哈哈！哎呀！旁边个举着嘴啊，心里想看得我手，在我来忙忙，事后一惊，今朝你来没用不到这种装备，府里头浪向又相调。身处紫楼白，与对为也分地三须。你也不是在茶堂上去跟他当的，况且你我来了，也不是正式的宰相。我不是没晓得，你比我是个后领友，放弃个无人之看，出师然地，亲死一品佛。皇帝当你过一点香哎，你当然王之上为你相扶。东岳之桥，西岳之桥，高德良，两方比中为的不忘误，用不着这个来黑我，估计这也少气，估计到你们心里想也想一起，加上个举着这样，打我来了有心病了，那么啥个心病呢？举着这一地人光与我三子姓蔡，面孔加个标志，阿家头皮里像盆栽没害。屋里来这个穷，要了娘来在瑞死他。举着最没呼吸里当你之用，因为举着最一个女人，要将努力再女些个。这些的雨水来和尚子在南京去看香港，罗子还忘了，里头比里像分在哈，题目出来，文章一挥而去。我里写的隔壁山王一想，有一个读书人，文章做不出。心里觉得不得了，他有功名不得伟大屋里向不要娘也母，不拉听就帮于实现，所以这样办法。大家比率举着最学生子讲，说小条呢阿可以当我带做文章，那么举着这个学生子们心面来瞧，谁到你带做文章，路里写的走的一步的辰光啊，把那海王向个海军发言。马上去报告只看到人，只看到人不是本人，谁做红色？我老老听见，可是违当了的。课堂里向带着文章也杀头个，不晓得搿张写字，手到手机不就是最写的？奶奶有这个了，马上写一封信不让我来了。说来朋友，搿桩事体了，你也可以看了我面前浪向，是娘子的吧？加上我来了，这沓搿封信的心里想气的。什么？公事公办，你想私人家庭发达，可是在那边去代理，违心啊！的，就是这等等不信的心里还有这个。自家孤单如今么罗里些到我上子已经不让我来了，啥个？所以就是这一种悔恨在心。有些人光科技到我来了，心里想挂你好，我挂那个中大头，真正抓客气。戳戳那个美丽，老头子，是弟兄，让老头子谁搞不对，为着人人今天若是假黑东凉，而上自自梦飞流，司令自容其身，女人目的高老为相，种族养育，要导致小谁最美的这有人间之风呀！今天老太师不理是让根基，不必用药我发动你，真是老当一场。今日得到这你的谁生语言，挣扎必须驾临后门，我等别人出过有人，谁人啊谁人？让老太师今日的司令非为别日。第八路等谁容如是啊？急呀！老一听到一里车当着，哎呦，说得凶！李当的话，这个结尾分搞他了黑了，
我不是公百万，我晓得就维持那个门上的事情了啊！我写了让气象的各种那个当备，这你这项的身份呢，一定要提拔众多事人，事体嘛要弄得清爽，不能够不分。那么今朝呢这样的这项当备到给到来嘛，大要你们一定来提拔，你给到15个2个多事人啊，人热的呀，这样多事人啊，把你杀特大的空隙个要弄清爽，没晓得让气象我个这项，这个我个这项的确是屏幕了，我的想的，你是来听我个的。他唔晓得你来听我的，我的你听唔啥意思？这个这项的确明目这项，你列是有了什么人高？你自家一个男啊，几乎别支撑的才女就财路，别知道嘞。把那个岳父为主要了，那个男啊别杀他个，你专门我的杀了美女。我诚意道，那个种怕的特色，那么我家的几句我们说他的呀，万不对神的。啊，石俊兄，老太师也不必取笑老夫，因为老夫为不奉为。被几人受益，受益却归地谁？真觉得石师兄，你要我代亲，四海问别，不记得。石师兄啊，老太师，师兄。要必须得亲，一株华富水，几度人。你的亲人英勇在城。你何必呀？你家到我3世，我规规矩矩的美女辛苦我那个从那个几年呀，空城一骑披下山，哈哈哈哈哈！可惜了，小李，可是。哥哥们，叫啥句子嘴巴里个废物一讲了，面孔长得凶凶红，嘴唇的子看也看不成。哦吼！哦哟，不来噻！上来举动快的一毛枪都没结婚。龙大一的来不离十足珠宝腾涌上，哎呦哎，我味道不吃在，今朝看上去吃饱仗，哎，一定要将光老队多出人，像我大雨伞背要出场，不来日，一走就珠宝出人啊，嘿嘿，十足真是不来日。一看举头快的张面孔长得凶凶红，神的这个头呀，头上头上也对了，俊的那位的，是三下里是挺弄得晓得个，的确呀，举着最介绍比赛个男呀，送去省里人啊白晓得，现在么骑车这个风平浪我骑车，500年第7个啥事体，因为举着这个话的确是好。最后美女来理解说，最后诚意道，
这个陈毅的瓦里呀，活得108样整，没白呢。那么别人讲嘛，可以还包了箱子里20个人光去真实啊，什么一样介绍里呀，相信相信了活不出，差至于你想得了也非要不出，你随便少地方过想不出呀，这想着107样。那么原来讲白马不吃，你们为了收着，各位小家个小女。你问个老娘讲啥事体了那个你就是俺个不开心，后来还是娘狗狮子了，你们亲戚的，那么我能允许你所以啊不要紧的了，我们这个你当儿子啊，所以俺我一个人，那么举着这位他说不是我的脾气，我生不为而死为的人，那么人家讲们为啥事体呢？那么是很能啊，你别问我有一种话我不出来，是啥个话呢？是你呀，是娘家不晓得的。哦，那么比老这个老娘告诉我心个小，那么我把你对象想，这是你对象，我把你看吧，什么不是？那你我好107样是这个名目叫陈一道，现在小孩来了。那么小家一挪到自家房间里想起房门一关，过多一时我们的看着了107样啊，像哥们你那一样分享出来，而且来这个时期呢，为小家我出来，我一个火油进去，加上我一位美人的标志得不得了，手里下拿一把手指。再和一对一对的猴的啊，再过来那飞来飞去啊，身上的猴的，加上个美女啊，拿把手指啊，这个哪里的猴的一对一对这样都分开了啊，手开里头对不对？那么原来我孩子们别人去不了牙口，是这个一样不得呢。那么举着最快这个不得，那么其他的谁？这个人光举着这一说你的不对。哎呀，你们不出鬼门之女一位小家，你哪位不晓得各种那个事体了？一对的好的人上，你去割开里头了，拿把手指分开里头啥意思？已经偶然的了，这个是诚意。那么像你农小家大要做不规矩之了，你想得出个种那个事体出来，那么有往农的。去害农小家身边个恶队去害的嘞，门是小家以外啊规矩，是小家是规矩的，生多得知小家规矩，一定出没有种王生公子啊，大衙门火油里下出境，狱门开了很多恶队去戏啊，更是这个人要三公个，真到不算不什么账，那么上私业也举着去啊。那么被武队嘛不敢搞出小家，搞出小家就把性命出日。原来差距当到武队真作业不够。那么原来个小家晓得门武队这了是啥事体了了，要一直是讲看到呢，其实不想。但原来实在没办法想武队的种人法不来日，就讲不了小家听为10个人不讲都要有往的小家，门武队你哪还是一盘。各位小家一想，哦，你要鼻子来无头走啊！我是真正不够你哪位的呢？我怎么是啊？娘们要是他们还在啊？你的你们来娘搞真瞧不起，我是新个小啊，小古董皮啊！好，既然呢要是敢有望，各位小家一口有气嘛，我房门一关，过多一数，小好一张说明书啊！加上里有2个，一两人吊杀他。那么来西了房间里，我也不晓得了，我到门家出来门，当房门哪个是叫不起来呢？当不开，原来搞用人拿门当家踢开来，一口不当兜里当了。原来还举着嘴来，一口没啥说明书。哎呀，我有望是农子，有望嘛来不及的农死呀死他。那么弄得了某人风雨手机上，你人我才晓得，搿种光是有马热包，从小一会吃快闯出来了啊！举着这个农哪被杀头。那么过去发脾气在举着就拿银子出去铺平了，搿都非要唱。
现在把那个我了感觉我说出来嘛，你还要哪位人啊？有这那个新疆的面孔长得凶凶神道的，一一不发啊！我只想变老要变发头发，又不能改，你要举着这样，你以为我好伟大呀？做姿势咋帮的？别杀别杀！举着就像对官，是刚变没说少，越我伟大。老头子。不必气馁，举女下叫一日之计，闭门生妖啊！哈哈哈哈哈哈！一日之计，闭门生妖，我兄弟生涯与众不同。我想洪门之弟，不要八斗上进，出日为不，都要到征服上来。百里门下，希望你这闭门生涯了。来来，我陈一头把你飞上，别得功名，别做官。嗨，这孔子云：“我道不言了。”孔夫子的一家当中，身家当中个不仁，那种人我陈一头必杀人。老头子跟居无说的对啊！孔家当中不仁啊，不仁之上有人，就你帮我里想开始谁不仁者？哦，要弄到我身上来啊！真记得，难道是一帮高牛来呀？要让我里想走奴的，这个不是孔子当中的不仁啊！老头子，我的你想想你老头子的确结为夫妻啊！结婚来哇，怎样？夫妻？老头子啊！上女的命，背下来。老郎夫郎想做奴才服侍那老头子，各种也叫是谁个？越是家子手一半，那几下趁儿为郎不对。难道是高牛了要老郎夫郎想做奴才？眼睛为的哭不出卡，因此啊，对比家中生家女，上不升等这一花台，只落得那公子奉喜最给。让你老头子们到路啊，搞路了要等到我里想，把那佛事么，啥人敢给忘呢呐？哦哟，姥姥一听说我说得凶啊，美丽交通生家女，说我对这个是贵人的动儿，你眼睛也是黑黑啊，一帮家女呢不晓得，明明你晓得个了。啊！可中然或是方不生等一花的是个档次，确实当我想不想让我当。你倒是你为什么？此辈来是我平常做姿势了，平常当不好了。但你举着就是不少的客客气气啊！现在呢，当说点干自讲啊，我当你都是。实际上，我老头子在老夫到公所，非是与足下去就。好了，我老早子到那捋，别动气，捋。第三把个是追文兵，我来了个分兵公子啊，3月份可以，
贵公子，老使官，连真翁谁懂了否？恭喜老使官，叫你平请受了。命规矩真好，门的一个长辈小辈辈立起来金融，恭恭敬敬为大龙。你往往语中你之前的不懂规矩还有呀，还有看见子要个朋友长辈路上向叫你上来，把是几高位起了。来爸爸，那么个来爸爸大爷们啊，师兄啊，这2年难都真大人辅导出来吃若不可见。阿叔来上了，来一两。八大，说个八大，瞧这个地方。狗市长我分享的根本你呢不上的之类的，你就应该来不上我大理也和朋友老朋友上面也走在。哎呦，我忘记他在，我是你妈可能让他去了去，我是等你八大一来吧，你说的谁是？你不懂规矩呀。朱文斌公子乖去。贵公子是一日之行，老夫必人到曾府上来到红欺人了。哎呀，老使官可太了，想等兵地到府上相请老使官，动玉髓。好了，你啥样的？看见个phần真面目，我老后底做的。你本我也本老人，你要变得不老人，你不说句哦，但我府里来说句哦，当把我们死他个人，死的作业不够了，有钱嘛分不上，你们这个伤亡了，今朝我来比杀你，我卡起来，分现在。是老太师，你好啊！吓得不灵上我在，是那日里大我水晶，是，我知道你来太望老夫，是，那请求你放两个不？是，神日于民。江头归我，红皮老虎。是。你是当年死的财上。是。有情一概为人福报。是。今日当年死的可怜。是。今日老夫到此。是。非人所想。是。引领老夫到当营林代替我林子一表是。非人引领啊。是。哦哟。是。是。他哪里呢？哎呀，夺命的老文啊，一口一口实的种子不是，一句话不为答。那是给他鼻子文登对在个时钟计划上爱日了，还有松日、八日、冬青日，总得了为了个文登对了当中，当下来了文登对用的。我只想这等我讲刚上的多出来。看上去七八张在，那么我做姿势，到有在出上在，给高福来打那尿包，你为尿包了，不是哪本讲出来给的事上什么胡老老，看见到我做姿势一种强烈好干的做，不如打出你现在了，那咋不承认？做姿势。真诚不过，老太师你好啊！都叫老太师姿势美好呀！瞧瞧，出来吃我，这2年我吃得了。说出来你老太师不相信，一顿饭要吃35半，一顿肉要吃16块，哪个老哈子打过去？这吃好不比脑好的，我不是没那个身体好啊！
地空气小老夫到来何时？不晓得呀。老太师你到此地当家来，我不晓得，你那问我也不晓得。我来张人坐下。哦，老太师到给他来请我做知识。是啊，那么老太师你错在，来想带我洗错，你这个不错嘞。怎样将老夫君查了？你请我做知识，要到我做知识书记来。我知识穷三穷啊，我里向总算改个几个铺了房了。你要到肥庄里来给我做知识啊？那么此地呢是当紫微兄的父老乡呀，你拿心做知识么？心到当家里来一本正经来心做知识。可是呢，心我做知识，心到当保护父老么？将来呢，心到了太太要心到文堂里去。谁知道是呀你？谁道是啊？一方这个是呀哎。瞧得来，谁叫我做知识，跟着那里此地吃戏剧啊？没好没好，请我做知识，阿玉少贵姑，我来问你去讨一个我爱。问我他我罗里一个我高吃高。那日到我随即接天上送茶的我爱，送说把你叫你这个手举过高，是啊，说到举头了啊，我都不晓得哇，关键这里送你我手啊，我告你上岸，你昂上岸了，昂来见你，他前来的，那个我们老太师你那挂我呢。这日子带送你到树浪，驾驶里内的分到你父郎来到这的，你可以身上做知识，又往我说起来，你做知识道理这个，你回到府里向来见你们里到这上来吃了我做知识呢，都是上你们的规矩，你口记下我爱是哪个？他是你们非要红嘛？问我少年，跟我不晓得我们是叫康熙，康熙又是哪个？不晓得康熙少年。今日你碰遇当言当不好，难道你见不知呀？你假作起了。那么老太师你说今日康熙，康熙今日我不说，你是康熙今日当言老太师你出人错事啊！你身上推着出来，真记得当不好一帮家女，你老太师提当不好呀，帮狗女呀，认得个那行当不好的你父老乡来做奴才，你老太师不认得，你眼睛当少这女人呢啊！哈哈哈哈哈！我是没晓得，你老太师眼睛没好呀，态度高我的规矩，你晓得你是当不好了，哎，你一心要拿家女做东儿，但你都要，你身份都这样，现在是你不得了，身荣荣定与美不知心，虚的后生，杀出了人，为哪能做之谁凶得不得了？那么他们这里我去。